營商動力由澳門生產力暨科技轉移中心贊助播出。老闆冇嘢嘅喎，而家走噶啦。等等，唔好走住。老細咩事啊？幫我查下邊間佛寺最靚，仲有邊間教堂最出名，然後幫我訂咗機票。揾名剎同教堂，澳門已經有好多選擇。老細你係咪想去旅行啊？使唔使我幫你計劃埋行程啊？我唔係去旅行啊，我去祈福啊。你幫我睇下仲有啲咩靚嘅，一齊安排埋啦。心誠則靈啊，老細，定係你做咗啲咩虧心事啊？你老闆我行得正，企得正，仲每年交足稅，邊有咩虧心事啊？咁你要求啲乜嘢啊？求姻緣，老闆娘唔會放過你嘅喎。亂講，我係見今年好似天災特別多，又諗起我哋鋪頭喺低洼地區，咪諗住未雨綢繆，早一步去拜神。所謂拜得神多，自有神庇佑啊嘛。未雨綢繆係好，不過唔係去拜神咯，而係好好咁檢查下防浸設備啊。澳門每逢6月進入雨季、颱風季，現時最常見嘅防浸設備主要包括防洪門同升降台。呢啲設備喺颱風季節能有效減少水浸帶嚟嘅損失，但要發揮最佳效果，必須注重日常嘅維護同保養。防洪門喺使用後拆卸嘅閘板需徹底清潔乾淨，避免殘留泥沙或鹽分腐蝕材料，並存放喺通風陰涼處，避免陽光直射導致老化。組件如螺絲、防水膠邊都應妥善存放，以便下次使用時可以盡快安裝。閘板應按順序擺放，避免安裝時混亂，影響防洪效果。此外，防洪門日常應拆卸並妥善儲存，避免長期安裝導致材料疲勞。定期檢查閘板及防水膠邊，若發現損壞或老化，應立即聯繫承建商進行更換或維修，確保設備喺關鍵時刻能正常運作。升降台使用後，組件需徹底清潔並擦乾水漬，防止生鏽影響運作。電器接線部分應定期清理污垢，並檢查電路完整性，避免短路或火花引發安全隱患。機械組件如齒輪、滑輪等都需要定期檢查，必要時進行潤滑或更換。防水密封條同樣需定期檢查，確保完好無損，避免水滲入設備內部造成損壞。通過呢啲細緻嘅維護措施，防浸設備能喺颱風季節發揮最大效果，減少商戶損失，並延長設備使用壽命，確保經營環境嘅安全與穩定。你同我通知何經理，叫佢安排人手，以後要定期保養啲防浸設備，唔好臨急先抱佛腳。老細，你頭先叫我訂機票，唔知又算唔算臨急抱佛腳呢？冇大冇細。如對本集內容有興趣，歡迎電郵查詢。設計師需要熟悉咁運用縫紉設備、工具同埋物料，包括有衣車、鉸剪、布料同埋輔料等，掌握唔同嘅縫製技巧。我知道啊，例如手縫、機縫、壓邊同埋包邊，能夠幫到設計師喺設計入邊更靈活咁樣運用各種細節。冇錯啊，同時設計師仲需要理解布料嘅特性，因為唔同嘅材料對縫製工藝嘅要求都各有唔同㗎。透過呢啲知識同埋技巧，設計師可以更加全面咁樣創造出又靚又符合功能需求嘅作品。服裝縫製除咗要注意啱啱提及嘅設備同埋技巧之外，更重要嘅係要經常練習，先可以事半功倍。下集會分享時尚品牌設計，記得留意收睇啊！營商動力由澳門生產力暨科技轉移中心贊助播出。